大家平安。咱做伙起立吼，咱做伙起立，咱互相来请安哦，愿上帝恩典教业利用啊，上帝恩典够用啊。咱要来用这首诗歌来学乐咱的主，咱的上帝，咱来进行祈祷哦，来唱一下来。和散那，和散那。和散那归之冠上帝，和散那，和散那，和散那归之冠上帝，咱着这声学乐，学乐主的生命，愿荣荣耀归乎主上帝，上帝和散那，和散那，和散那，和散那。和散那归之冠上帝，和散那，和散那，和散那归之冠上帝，咱着这声学乐，学乐主的生命，愿荣荣耀归乎主上帝，和散那归之冠，荣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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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耀归万王的王，荣耀，荣耀，荣耀归万王的王，咱着这声学乐，学乐主的生命，愿荣耀归乎主上帝，愿荣耀归万王的王，咱着这声学乐。生命，愿荣耀归乎主上帝，和散那归之冠上帝，和散那归之冠上帝，阿爸将荣耀归啊至高的上帝。安尼即摆咱要做伙来学乐来感谢咱的主，咱的上帝。咱做伙用主的话做来宣告讲：恁中间若有人欠缺智慧，要对上帝祈求，伊会赐予恁，因为上帝会真慷慨，无保留，赐予拢总的人。一切美好的赏赐，甲一切完全的恩赐，是对天顶光明的源头所赐，伊无改变，嘛无天体长势引起的影。恳求你耳耳孔听，开目睭看，听你的仆人即阵为着以色列人明日伫你面前的祈祷，宁愿以色列人背叛你的罪，我甲我的祖先拢有罪。啊，姊妹，咱要来学乐感谢这位上帝，对你来讲是啥物款的上帝？伊是祝福的源头。伊是供应全备，就是逐样的赏赐。伊是赏赐，互你有智慧，智慧会当创造财富。拢是安那敬畏耶和华上帝安怎？是智慧的根本啊！智慧根本，所以伊是源头哦。所以伊无责备咱的上帝哦，咱着爱承认咱的罪。若有啥物款的管道无通啦，管道不通爱安怎？清清的，清迄个臭水沟啊咧。求上帝来帮助，互咱无温暖的歹。咱开声来祈祷，开口同声来祷告。哈利路亚！主，阮学乐感谢你，主，你是阮的阮的上帝。主啊，你是创造万事物，你是愿意将一切好物赏赐阮的上帝。听阮的天父上帝，阮学乐感谢你。所有的资源拢是在于你，你是祝福的源头，你是伫正生命的顶面，你是愿意将一切好物赏赐敬畏你的人，你是愿意将迄个救恩赏赐互囝仔，要找求你，随承人心相信，就要得到救。
你是愿意将逐样的这个好、这个福分，要互阮的上帝。所以，我要感谢你，因为你无藏好物，互阮会通伫遮用诚心来恳求、来祈祷，互阮会通知影，伫阮甲上帝中间有啥物款的脱界，有没有什么拦阻？有啥物款的脱界阻挡阮领受你的恩典呢？你的圣神来感动阮，启示阮的心，知影安怎伫遐来扫除，才会影响阮领受你的恩典的一个脱界。愿主你受恩赐福帮助阮，互阮好好伫遮大道开嘴，你大大充满赐恩典伫阮中间，同心祈祷，靠耶稣的圣名，阿们。那这请坐，请坐。咱要为着咱的兄弟姊妹来祈祷来帮助因经历上帝恩典。咱用上帝话我嘛真爱这段雅比书的祈祷，会通成做你的祈祷。你免领受福气无？用这来成做你的祈祷，来做伙来。雅比书求以色列的上帝讲：求你大大赐福我，福典我的境界。愿你常常甲我同在，保佑我无拄着患难，无受痛苦。上帝就照伊所求的赐福，对吧？重点伫后壁对吧？上帝就照啥？伊所求的赐福伊，所以这位上帝是啥物款的上帝？你家己经历哦。这几项吼，兄弟姊妹，你需要啥？像长老讲牧师啊，上帝可能特别调我，伊讲迄是上帝的时间，我毋知。简讯，冰秀兰姐妹2格之下，即摆就刚好白房。蔡维芳弟兄魏宏兄顶礼拜哪有出会中风，即摆无出会求上帝来医治。兄姊妹，咱的拄文文道兄跋倒也无捡着钱，落着跋着喙齿安尼我所讲，咱即马年老可能行动拢爱真注意。天气在变化兄弟姊妹，早起有较寒天气在变化，请咱注意讲迄个衫裤爱穿烧，爱穿烧暗时围脖年中者顾好虽然上帝在甲咱顾，但是咱家己嘛有家己的一个责任，对吧？咱恳求上帝帮咱，特别拄讲的这特别伊的真香节等等这，咱听到咱为着因祈祷，毋是干那为着咱求尔所以邀请主耶稣伫你的灵、思想、感情、意志加身体，这就是灵魂体、灵魂体。咱是全人欠一个就会影响，所以对灵接收接受了无好的灵界，意外就是无好的。灵界接触不好的，就是不好的负面思想，影响情感，是吧？所以这咱求上帝帮助，你若接受无好，你的想法就拢作负面的批判等等这。咱来祈祷啦如果你有需要你的病痛有需要，你通徛起来不要紧，也是坐咧你的祈祷咱恳求上帝来医治长老咱恳求长老恳求上帝来帮助有同工长老来服侍，好吧？咱来祈祷，开声来祈祷，开你的口来祷告，来经历上帝要应许在你的生命当中了求主来医治来帮助。你有啥物需要？甲长老讲，长老来为着你来祝福来祈祷。哈利路亚！主，我感谢你，阿乐你，因为你是享受万行话，愿主你来帮助你，以你的权能充满甲伊三个地地。哈利路亚！主，你权能充满甲伊三地地。哈利路亚！主我开嘴来到你面前的，主你受恩赐福，你来帮助你，医治的大能就充满在他们当中。心肝无平安的，主你的平安就享受互因。主啊，互因会通知影讲，来到你面前，就平安的同在，有喜乐的同在，有你的稳定的同在，有你的医治的同在。主啊，阮奉你名来祝福，祝福这兄弟姊妹，祝福阮每一个兄弟姊妹，会通经历上帝的稳定。哈利路亚！
主啊，囡仔喙声音心相惜，就要得到救，也要伫遐喙声音来挖靠你的伫遮来领受你的恩典。天父上帝，阮感谢落你，你是至尊至圣至权至大，伫你无恶正的事，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愿主你是阮祝福，因为你是大医生、大牧者，你是阮的保护，阮随时的帮助。你知影阮的兄弟姊妹伫困境的内底，你知影阮的姊妹为着信仰，互家庭的人困住、伤害。伫这个世代，犹原有这款无自由。你知影因伫因所拄着的困境，你知影阮失去亲人迄个哀伤。主啊，求你的安慰，求你的扶持，求你医治，特别伫教北方这兄弟姊妹，互因经历你是迄个创造者、医治者，甲守护因的这位上帝。阮会通感动因的痛苦，阮的心为着因祈祷，愿主你来听阮的祈祷，甲这痛苦的兄弟姊妹相同在，听阮伫面前祈祷，靠耶稣的性命，阿们。最后，咱要为着主来希望来祈祷，求上帝来赐阮祝福，用主的话安尼宣告讲：求你，互我早起时听见你慈爱的声，以我倚靠你。求你，互我知应该行的路，因为我的心仰望你。兄弟姊妹，咱特别为着牧者，为着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吼，牧师嘛需要恁祈祷吼。恁若祈祷，牧师讲到着哪有开力吼，开拓上帝的话，互咱个人甲上帝谦卑来到伊面前来领受，无人外交，一个喘气若甲你停止，你外交，无人外交，所以咱谦卑来到上帝面头前，王主啊，拍开我的心，互我会通打开我的心窍，我能够明白你的话语。拍开我的心窍，互我明白你的教示。求上帝来说，咱迦南孔刘，无咱的陈汉吼，10年啊，10年，对夏令营、青年的聚会等等吼，对学员参与到家庭对反对到今啊。10年的努力，伊今仔会当说咧吼，伫青年牧区做真好的工，兄弟姊妹，为着曾汉来祝福玉如上帝感动家己行入来搁较上帝恩典爸爸嘛伫遮，虽然还未信，但是伊讲要信就信好，莫半信色顺信遐半信色，安听有无？信一半的啦。比如讲，要信，我要热心是真好。上帝恩典，互你会通因为你的深信、深信，你会通得到祝福。所以伊较紧，有较慢较紧，上帝拢有伊时间。所以咱为着小英咱店长了的新妇12月。册要伫遮来结婚感谢主，成为迦南人咱为着因来祝来祈祷，还有讲互长老的孙开始念伊嘛是小儿的洗礼所以囝特别带囡仔对家己起来安尼苍天嘛是咱迦南人安尼好，咱为着遮来祈祷，愿上帝来赐阮祝福咱也为着家教的时间，咱册派有担当牧师伫家教的宣教啦，咱有帮助伊、资助伊伫这个时间顶面，咱愿上帝透过伊所做，会当互这悔改的人会通伫遮来得到上帝所。咱开声来祈祷，咱坐地祈祷哈利路亚，主，阮学了感谢你，你是
阵所甲阮早同在，互阮会当伫遮。阮伫礼拜中间好好来敬拜你，因为阮上帝，阮感谢你，你是至尊至权至大的上帝，帮助阮好好伫遮来礼拜，安静阮的心袂受搅扰。亲爱的主耶稣，你愿意万人得救，无愿意有一个人沉沦。你互阮藉着礼拜，通恭敬来领受你的话，你的话，你的真理，要互阮的心得到透放，得到自由，得到安慰，得到快乐。得到智慧，想是阮对礼拜每一个这个听书的内底，阮拢能感受上帝你的同在，拍开阮的心窍，明白你的教示，当阮照安尼去行，拢要成做有福气的人。愿上帝你是阮祝福，今仔日要洗礼这个青年人。伫咱生命内底，你来就是要互阮得到活命，并且得到丰富的活命。这是你的应允。愿主你是阮祝福。阮今仔日礼拜将荣耀归于你，互你的平安稳定所归伫敬畏你的人。阮也要同心用主你互阮的这信仰个别的使徒圣经来告别阮的信仰讲。阮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七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他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做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免。我对上主求一项代志，只有对伊求一项，互我一世人伫上主的厝，伫圣殿仰望伊的阳光，祈求伊的指示。请咱同心来吟圣诗，学了上帝圣诗217首，圣诗217首，上帝真正是我上帝。请咱起立来吟全首。你。
徛在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上帝，阮要感谢俄罗你，你真正是阮的上帝。趁早我要找你，我要迫切找求你。我的心仰望你的恩典，亲像对抗旱艰难的时阵。我的心神喙焦较无你，我的肉体幸无你。主上帝，阮要感谢你，因为你时常予阮教育的恩典。我的喙唇要学了你，我一世人称赞你，举手求叫你的名。今早起，我们搁一摆来到主的圣殿，恳求主你来赦免阮一切罪过。阮相信，只要阮倚靠你，主要所祈祷的保护甲救赎，要成做阮的帮赞，要洗清阮一切不义。我要感谢你的恩典，阮欢喜看见你亲自拣选的囝儿，要伫上帝甲正人的面前来告白因的信仰，承认主你是因一生的救主甲倚靠。相信通过圣神亲自换手伫因的身上，今早起的洗礼要成做因一生的恩典记号。今早起，阮也要通过圣礼典来领受你的恩典。主要说，你的身躯要为阮拍破，拯救阮的性命，就是对天来的真饼。主要说，你的宝血流出，为阮牺牲，就成做活命的水泉，互阮得到永远活。求你来帮助阮，搁一摆通过圣礼典来孝念主要所为着阮牺牲、受苦、受鞭拍、受定伫十字架顶的恩典，也通过今早起甲主同坐道，搁一摆决志来学习主的款式，一世人跟对你。这是阮同心来到上帝面前，要来领受你的话语甲恩典。求你差遣圣神来到阮的中间，充满伫阮的会中。也充满伫每一人的心中，将你的话语刻掉伫阮的心内，成做阮的帮赞，互阮领受圣神的恩典，好打面对人生的试炼，赢过世间的征战。愿主圣神来保守阮，用感恩来相听，用扶持来仰望，用喜乐来信靠。阮同心祈祷，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真侪，这是要三甲来启用，启用问题59，启用问题59，就是罗马书第10章。你若用嘴宣认耶稣是主，深信上帝，互伊对死人中高活，就会得到救。因为人深信就得到正义。嘴宣认就得到救。圣经有安尼记载：信伊的人袂至到失望。犹太人甲外邦人拢无差别，因为有共一位上帝是万民的主。伊会丰丰富富赐福予所有求救伊的人。因为所有求救主的名的人，拢会得救。毋过因拢无信伊，哪会求救伊？都无听到，哪会信伊？拢无人传，哪会听到？都无差派，哪会传？照圣经所记载，传播福音的人，因的脚迹偌尔水。毋过，毋是所有的人拢顺探即个福音。以赛亚讲：主啊，什么人信阮所传的信息？所以信是对听，听是听基督的话。不过我要问，因兼真正拢毋捌听到？当然捌。圣经安尼记载，因的声音传遍全地。因的话传到天边海角。这是咱要请圣歌队来献诗，学了上帝。因所要念的诗是天父，请听阮。
咱要宣告来领受上帝话圣经记载伫尼希米记第1章第1节到第11节。和本圣经伫590面，现代台语译本的圣经是伫892面。尼希米书第1章第1节到11节，请咱恭敬来领受。下面是哈加利亚的囝尼希米的话。阿达西西做波斯皇帝第20年，基数6月，我伫波斯的京城苏珊，有一日，我一个兄弟哈纳尼，甲几若个对犹大来的人来找我。我对因探听遐个流放巴比伦倒转去的犹太人甲耶路撒冷的情形。因甲我讲，遐流放倒转去的人伫犹大省遐拄着大灾难，受凌辱；搁耶路撒冷的城墙受拆毁，城门互火烧去。我听到这个话就坐落来，啼哭哀伤几若日，伫天顶的上帝面前敬正祈祷讲：上主伫天顶至大通行位的上帝啊！你对遐个听你遵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是仁爱。几号你暗耳孔听，开目睭看你的仆人，即阵为着以色列人明日伫你面前的祈祷，任愿以色列人背叛你的罪，我甲我的祖先拢有罪。阮恶意反抗你，无遵守你通过你的仆人摩西所颁布的诫命规例命令。求你会记得你对你的仆人摩西应允的话讲。恁若对我无忠心，我就要将恁分散去列国。毋过恁若归应我，遵行我的诫命，恁就是受赶散去天边海角。我嘛要对遐，甲恁做起我来，带恁到我所竞选互人来敬拜我的所在。因是你的仆人，你的子民，是你用大气力、大权能的手救赎的。主啊，求你暗耳孔听你的仆人，甲遐意爱敬畏你的名的仆人的祈祷。佮求你，互你的仆人今仔日行通对王得到稳定，迄时我做王的纠正。以上，这是咱要请本堂由牧师来讲道，伊所要讲的题目是讲话教、做话教的上帝。请咱同心来祈祷，讲话教、做话教的上帝，你一直施恩，互你的百姓伫敬畏、伫恳求、伫祈祷的中间，看见你权能的彰显，互阮会通好好伫遮来敬畏你，也会通伫敬畏的内底，无论大小，拢要得到福气。开阮的心窍，明白你的真理教示。当阮照安尼去行，刷开灾难福气，为着阮来摆列。祈祷靠耶稣的圣名，阿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今日咱要透过这段圣经来帮助咱来思想咱要安怎伫遮来经历上帝的恩典。讲会到做会到是这位上帝的信息。人有当时讲会到安怎做袂到，因为有咱的限制。尼米嘛有伊的限制吼。人伫失去这个家己的气力能力的时阵，咱看讲无性命哦，也受灾难。10月29、10月29。咱有看伊伫韩国、南韩的修女梨泰院，我想咱拢有看伊遮的新闻，哦，真痛心。伫遐咧庆祝迄个所谓的万圣节、万圣节啦吼，这到底是啥物款节日？为什么会用安尼来吸引遐尼济人？10万人左右啊，10万人啊，钱伫迄个真
下世的这相弄这个行啊，哦，咱看伊讲，其中有一个行啊，哦，无几百人，但是安怎死遐济人，死偌济人，156，佫有遮会受伤的吼，互真侪遮的家庭心破碎。有对美国来的议员的查某囝也好，还是讲有对俄罗斯有对对，因为这个梨泰院吼是一个国际观光的这个商圈吼，真侪遮的可能互人伫遐洗、伫遐啉酒、伫遐来欢乐的所在。嘛有真侪遮的跨文化国家的一个，互人会通伫遐那像放松家己，也讲较歹听，讲放纵啊、放纵。所以伫这中间昨个新闻讲啥？哇，有真侪遮的电话咧敲，叫个这警察局长讲走去对啥？走去录影啉酒醉啦，叫袂起来安尼吼。伊的官位可能不保啦吼。所以伫遮咱有看讲，因为什么款的原因？这所谓万圣节。其实是源头对天主教的一个诸圣节哦，就像因甲袂着可能甲人封做啥圣徒哦，无法度一伫迄中间来纪念，所以甲创一个叫做诸圣日，就将遮的圣徒来纪念因的日。总是到伫之前的即个500年前。伫爱尔兰、伫英国的即个苏格兰，也是爱尔兰即个所在，有一种民族叫做凯尔特人。因甲即个节日吼，对十月初一吼，因为诸圣节是十月初一啦。吼因即个凯尔特人甲即个日期甲刷10月31。恁知影10月31什么日子无？9月生日啦吼。所以伫遮，因敢讲，因相信讲迄个过往的亡魂即个亡灵，因会伫即天倒转来啦。伫即天倒转来，然后找遐活的人，那像咱台湾咧讲啥，掠交替啦。所以因有迄天，因会当来到阳间，然后找活的人伫遐来做一个交替。所以呢。即个活的人会惊袂？会惊，所以惊讲来甲我掠找交替。所以呢，因就甲遐炉火、遐一寡火吼，拢也是蜡烛，拢甲用互花，互即个过往的死的即个亡魂找无人。然后咧，佮甲家己扮做妖魔鬼怪安尼。所以咱看这万圣节，好亲像咱即摆有的人认为讲是西洋的啥鬼节安尼哦，所以甲灵界是有一寡接触啊。所以咱咧思考的时阵，咱要好好去思考吼，莫黑白去目啦吼。所以伫遮就是讲伊扮遮妖魔鬼怪，然后吼，遮亡灵来甲吓惊安尼啊，鬼惊鬼安尼啦，吓死鬼啦吼。所以遮咱有讲有即个背后的一寡遮的传说总是咱看即马经过商业的包装，然后有遮商业的活动带来啥物商业的即款的一个商机，总是咧背后拢有人咧控制。总是一旦咱看扮遮妖魔鬼怪、妖魔鬼怪，然后甲灵界其实是有一寡遮的连结，所以咱不得不爱真细腻要很谨慎我看对十月初到伫就十月上旬就讲这段时间伫桃园的青埔的置地广场，个艺文特区嘛有置地广场伫青埔遐有做一个万圣城嘛是咧办演遮，就是讲妖魔鬼怪也好，还是讲借着即个节日行销，还是讲伫迄中间有商业的活动，有遮个演唱会等等，不得不互咱会通为着即个代志来祈祷啦相对甲咱遐尼济人伫遐，是毋是会引起真侪亲像即款的灾难？咱顶礼拜
伫隔壁33號吼2樓，咱有超包括遮咱600外人哦。感謝上帝，若安尼比較起來，咱的同工就要顧慮到遮處事安排，領便當等等，互咱會通真啲順序來退場，佇遐離開。無你也看講，佇迄個場面，逐個若佇遐下客吞打，至到咱看有真濟人，伊佇迄個所在就失去伊的性命。即擺咱要佇遐來思想，尼希米佇伊的祈禱。咱拄咧读对以斯拉读到尼希米，甲咱教会咧做，最近咧做拢真真配合。尼希米伊伫迄所在，咱看讲，伊听到兄弟对故乡来，听到这无好消息了，伊心艰苦啊。伊无因为讲伊是亚达斯西王管酒的，这所以王会信任伊袂？伊甲王的关系好无？好啊！伊若甲偷，我就交伊啊，对不对？所以这个位置是互亚达斯西王信任，你会通得到啥物人的信任？哦，所以尼希米伊有听到伊主动问，结果听到故乡真悲惨。咱头前毋是咧读以斯拉记吗？这拢会通连贯哦。到第4章迄个惨境哦，去互人凌辱，好亲像伫迄中间，亲像修女即个太医院共款，去用吞打共款哦。所以无迄个尊严，无自由。而且咱来看讲，伊心内听到这个负担了，有啥物款的行动？这嘛是兄弟姊妹，咱要听一篇讲道了，咱听上帝话对你有啥物款的感动，还是安怎？拢无影响，无注问到。咱看见尼希米是啥物款的气力来引起，互伊通后壁。虽然伊无迄个能力，但是伊恳求上帝。今仔咱要看就是伊的祈祷。当你拄到真大的困境的时候，你要安怎？常常我咧问道理，咧问即个面谈，也是个人咧传福音的时阵，我拢问一个问题。我讲你拄到困难的时阵，你安怎去面对去解决？你安怎去解决？就祈祷啊，吼 ，OK。为了讲就祈祷啊，过来你甲送祈祷。这个是真要紧的关键哦。你祈祷，你祈祷的对象你捌无？所以今仔日咱要对尼希米伊的祈祷的内底来看见这位上帝，对你来讲是啥物款的上帝？伫病房、威风兄，还是秀兰姐因上需要的这位上帝是啥物？伊伫伊的上帝嘛，是守护伊失去亲人。迄款的哀伤，恁需要的是啥物？这位上帝对恁来讲是需要啥物？安慰的上帝。所以对无共款的情景的时阵，对你来讲，我失业，我无头路，我做爱的就是上帝，你甲我供应。你是我的牧者，互我无欠缺，敢毋是？所以上帝的属性足丰富。总之，咱要今仔对尼希米伊的看见，伊的祈祷内底。伊安怎去祈祷，超过伊的气力，伊要家己靠一个气力来倒转去重建，去重建遐个大个工程，有简单无？若咱家己想起来，好放弃啦！遐尼大个代志，我无才调，我无法度啦。我是啥物人，对毋对？敢若是一个天酒的人，加减嘛啉过安尼，对吧？但是我会通做啥？遐尼大个工程咧，对吧？所以，但是咱对伊的祈祷要安怎来扭转迄个困境，变作顺境。这就是要对这个咱听上帝话来，毋是干那对尼希米，对这个犹太人，对你我来讲，对这些出信的，你今仔要说咧，对你来讲，伫你人生你有拄着困境，有拄着这个灾难，也是讲拄着这个负面的代志来的时阵，对你来讲，这位上帝敢会当帮助你？啊，是亲像过去可能阮家己咧拜迄个伫菜地新界道顶遐个偶像共款的意思，只不过是换一个尔，只是换一个神，也是他真正可以
他是永远同在。伊是拄啊，咱咧看的圣经大过通敬畏的。伊是一个施人主的上帝。啊，咱要对尼希米伊的祈祷，为什么会通脱出迄款的困境？无法度变成做有法度。伊的头家是啥物人？为什么会通伫遐回心转意？对祈祷的内底，你体会偌济？所以年底跨年祷告会，要互咱的各小组有遐经验过上帝的恩典，透过 RPG 祈祷，透过你的祈祷内底去经验到上帝安怎改变伫你的生命，你拄到的代志安怎伫遐有好的安排。10秒、20秒，哦，伫遐录影，咱要将咱所有的祈祷经历来收集。你安怎经历上帝的恩典？兄弟姊妹，听到故乡遐的灾难，伊的心是感觉安怎无奈吗？还是开始咱来看伊拄到什么款的代志？就是这个对敌安怎凌辱，安怎吞踏伊的故乡的百姓，好无简单，倒转去受掠自由倒转去要伫遐来重建，结果咧拄到这个灾难，拄啊讲超越伊家己的气力。城门、城墙被拆毁、烧毁，就烧了了。所以伫迄中间表示啥？无城墙表示啥物？恁兜若无围墙，恁兜若无迄墙啊，你感觉安怎？你半暝困会安全袂？无安全感。所以因为无迄个保护，所以因常常都爱烦恼讲有这外族人要伫遮来糟蹋因，要伫遮来欺负因咯。你有啥物代志？是因为讲你无法度方便，随时你拢惊咧等。拄好咱嘛有咱的慕道友姊妹，伫遐做一个礼拜，亲人来咧甲拍，你敢会当想象？所以可能无方便的中间，今仔日嘛是还阁有即款的代志。佮走入来教会，所以咱的同工嘛是真注意，就种咱的这教台同工迄个方便啊，就好像尼希米咧去城墙的时阵，一方面爱安怎固守，一方面去做。咱属灵的内底，你看魔鬼撒旦嘛是要伫遐阻挡人来亲近上帝，敢毋是？所以听到这，咱会感觉真痛心。伫今仔这个时代，还阁有即款。有啊，就伫发生伫咱中间，所以咱看见因拄着这个困境，咱倒转来到伫所看的《以斯拉》第4章70到24节，《以斯拉记》4章7到24节。甲今仔即看，就是讲透过何西省的这省长、这个外族的这个因伫遐来告犹太人，讲王啊！你知影因咧起遮就是要背叛你，要造反啊，要造反啊。所以你爱下令啦。你知影这个王啥物人？兄弟姊妹，这个王是啥物人？知无？这个王是尼希米即摆的头家啊，叫做亚达四世王。是伊下令，听的讲好，安尼伊要若要反叛我，所以用真强暴的这个方式。对待去压迫，然后将这个城墙、将这个城门拢甲拆毁，拢甲烧了了。所以变做讲，因伫遐担心无迄个保护。所以咱甲咱所看的《以斯拉》第4章连接，安尼哇，咱最近咧看，你就会当串联起来所以伫迄中间，尼希米做第3批要倒转去总是还袂倒转去。即马今仔日咱所看到，伊听到这个故事，听到这个灾难，听到这个故乡的亲人朋友受到凌辱、受到吞踏，咱来看讲，亲像拄啊咱看的修女太离院共款的意思。这个百姓，这个同胞，也是你的属灵，你的亲人，还搁伫迄个受魔鬼撒旦的吞踏、捆绑，无法度自由。听到讲，这个百姓伫故乡受凌辱。受糟蹋，伫伊的祈祷内底，毋是骂，伊是想讲为什么会安尼？
甲意思啦，咱尾后伫读，你若听橄榄枝声，你就知影讲，伫迄个过程中间，重建心灵、重建心灵，也阁有拄着这犯罪嘛。所以后壁可能婚姻的部分要处理啊，等等遮。所以啊，即摆咱看讲，伊反省哦，因为人安怎失去迄个应该对上帝的处事甲敬畏，所以伫遮啦，倒下来悲惨的命运，然后咧受毁坏啊。即个一连串安尼一步一步，好亲像讲哇，即摆人毋知少年的毋知来哦，万圣节来嗨哦，其实迄拢充满真济这危机，你知无？啊，你啊，佫讲没有那个没有什么啦。但是如果咱会较敏感，是少年背后意义内底，真正甲灵界有连结的，所以你毋知啊。像最近咱可有看台版的那柬埔寨的这安怎？人受诈骗，然后受掠，互因关起来，用烧水也是用火甲烫。咱看昨个新闻，你若有看到？竟然伫台湾，还佫遐侪人亲像伫柬埔寨迄款的情形。人伫迄个失去警醒的时阵，就陷入到那种危机哦。伫迄个危机内底，你也看讲，咱家己爱面对着这灾难。所以，尼希米讲啥？伊讲啊，因应该啊，因啊，上家因无要照上帝的话去行。敢安尼？毋是啊。伊讲我啊，连伊嘛甲落参来讲。伊无伫遐高高在上，伊无伫遐讲我结我无啦，他没有置身事外哦。所以伫这中间，咱看讲尼米无讲我作清高啊，我拢真好，我吼安稳伫遮做我的酒政、饮酒，我享受荣华富贵。伊听到了，伊开始痛心，伊悔改认罪，敬谢基督，然后哦，伫迄中间，伊反省伊家己。是毋是我有缘陷入伫迄罪？我拢无替因伫迄个中间来祈祷。伊嘛反省着讲，为什么安尼？因为无听摩西所吩咐的律例，因为因无照上帝教示。所以咱有看伊讲，当这召集来的时阵，伊开始伫遐来反省伊家己，反省自己。第三，伊拄着的困境哦，伊拄着的困境是啥物？就讲下令的是伊即摆的老板呢？对无？亚达四世王去禁止、停工嘛。啊，即马要去重建，敢有可能？伊的心意敢会当伫遐转变？对无？下令停建是伊呢？敢毋是？所以伫遮伊伫祈祷内底，伊甲上帝讲啥？上帝啊，我准备要去甲王讲啊，然后要请假呢，对无？我要请假，请几工？请长假、长假。王后要问伊：啊，你是要请几工？哇！你若继续看啦，吼，咱今日开始会看尼希米记哦，吼，倒转来看尼希米记。啊，伊讲啊，我请假毋知请会过无？即甲你工作中你要请长假吼，啊要有代志做，啊你毋知请会过未安尼？共款的意思，你知无？所以，伫你的祈祷内底，你是毋是为着你即摆的困境，你伫困求的代志，你感觉惊吓啊？毋知应准未？伊为着安尼，你啊看是即个王下令，总是即摆我要倒来讲，拜托啊你落一个圣旨啊，讲会使重建安尼好毋好？啊无当紧讲安尼啊，啊无你搁一寡资源互我，敢有遐好代志？敢有遐好工？有无？你若继续看，你就知影有啊无吼？好，总之今仔日咱看，这是伊即马目前伊所要面对的困境哦。伊爱解决的问题，心理的问题，惊啊去毋来讲会去互拍枪袂，对吧？所以伫祈祷内底，咱若继续看，咱就讲，有改变，甚至啥资源互你，甚至啥今日伫迄个路中发生代志，遐尼多的资源，今日用抢伊，所以派啥？派军队甲你保护，哪有遐尼好的代志？但是即马还未发生嘛？伊伫祈祷的中间，讲上帝啊，求你来帮咱，因为咱知影啥？上帝会改变王的心。咱对以斯拉的即个以斯拉记看讲，上帝激动啥物人？鼓励王、塞鲁士哦，啊，佮其
其他的王、大流士等等者，所以伊嘛照常讲上帝，你改变伊好无？感动伊的心哦。所以圣经讲啥？王伫上帝手头，亲像啥？龙骨着，所以咱像迄个水流安尼随意。我要叫伊往东流、往西流。伊伫迄中间来知影讲，只有上帝是啥物款上帝？来，咱来读这段圣经来。所以咱着好胆就跟上帝恩典的宝座，通领受伊的怜悯甲恩典，做咱需要的时的帮赞。你有好胆无？还是你惊惊？惊惊就袂安怎？袂着顶哦。所以兄弟姊妹，咱看讲，伊知影只有上帝会通改变，会通伫遮来掌管吼。好，所以伊教咱一项代志，你拄着困难的时阵，无法度改变超过你的困难的时阵，啥物？祈祷。要安怎祈祷？咱伫遮看到伊用啥物心态来祈祷？悔改认罪。若拄着重大代志，咱看圣经内底拢做一项，对无？禁止祈祷。拄着重大代志，到底禁止祈祷对咱有啥物款的一寡的好处？哦，为什么禁止祈祷？伫遮历史上有伫遮来扭转，着种来转变遮局势，对迄个歹势变好势，安尼知吼？劣势啦，遮真无好的势面，安怎正做你的好的势面？这是对咱生活真正嘛是有影响哦。咱看周天成共款，伊安怎挖靠上帝对迄个无好的即个情景地方，伊安怎逆转胜了？伊改变，伊讲我靠这位上帝，敢毋是？所以咱来看，来，咱想讲，来禁止对你来讲有啥物款的好处？减肥啦，对吧？互你摇着啊，互你身躯会当健康，对吧？新陈代谢，对吧？哦，第二，咱看讲伊会通互咱明白上帝的心意哦。但以理第9章的22到23节，伊讲伊安尼祈祷禁止，然后上帝启示伊，互伊思想有即个异象是啥物意思？你若想无，你就禁止祈祷看觅。上帝看安尼伫遐，甲你拉一下，互你知哦，原来如了嘿。所以第三哦，禁止祈祷，当伊拄着遐挑战诱惑的时阵，你若拜我，然后咧，我就将遮拢互你。你著拜一个就要紧，拜一个好。哦，我即个职位互你，你袂无？但伊你无爱。伊甘愿安怎敬拜上帝、敬畏上帝，无要哦迄伫，伊愿意互伊迄伫西亚坑，对无？伫遮耶稣伊禁止40天了魔鬼带伊试探对无？讲你若拜我遮拢互你啦，你若石头变做饼。耶稣最后用撒旦摕去毋通试探主你的上帝。第四哦，咱看讲带来保护，你会记得？伫亚哈随鲁王，咱看这个以斯帖哦，会记以斯帖的故事啊。哦，啥物人要害犹太人？哈什么？哈曼。哦，伊做计谋，搁做迄个刑区，要来刑死遮的犹太人啊，拢要甲灭族，你知？灭族的计划哦。去互上帝通知互。这末底甲听听到安怎？伊就去甲王后以斯帖讲啥？你去见啥？你去见王，甲这个阴谋讲互伊听。伊就讲王啊，无甲我吊剑啦，无甲我吊剑的时阵，我若去会死呢。末底甲讲啥？你毋知影今仔日王后的位是为着今仔日吗？村办的啊，所以后来讲好啦，村办死了，死就死啊，无要安怎？无恁替我禁止祈祷3天，看你要几天拢不要紧。你拄着重大代志，你禁止祈祷，你感觉无法度的时阵，试看觅，因为这历史的经验，上帝安怎透过这，互人专心去找求伊，所以带来保护。
结果咧，合办做刑具，结果刑啥？刑家己。所以伫遮咱有看讲，为着生存，上帝安怎伫遐，吼本来爱死的变成做安怎？哇！啊，搁安怎？互伊这目底界有官运亨通。伫王的面前，伫遮来得到稳定，包括尼米，包括以斯拉。顶回咱讲啥？国库同啥？府库，圣殿的府库，互上帝来用。今仔上帝要透过你施恩互你，耶稣毋是甲你讲，我来就是互你得到活命，并且得到更较安怎？丰盛有没有来？所以伫遮咱有看伊讲，奉上答应我的恳求。你若去看尼米第2章，有啊，祈祷了有效无？有效啊！毋是干那呢，佮资源互伊，你要去的木材拢上好的，然后咧派军队甲你保护。最后，咱看伊讲，耶稣进食了后，伫路加福音的第4章14节讲，耶稣满有圣神的开力，倒转到加利利，然后伫遮伊名声透行城，就传遍各所在。所以兄弟姊妹，进食有遐尼侪好处啊！咱若有其中有你需要面对的，你去试看卖啊。牧师已经过去拢有禁食过吼，特别我有一遍为着重大代志，40天吼，总是一天一餐安尼啊。我的禁食是安尼吼，我老公叫我禁食全长40天哦，可能无伫遮。所以你当选择啊，就种我问讲牧师，我禁宵夜好了。下午茶不要这样，好不好？所以你要禁其中一餐，然后专心，毋是禁食就拢无代志，祈祷，专心来找求。你看你要困求啥物？第二，咱有看伊讲，透过伊的祈祷，伊认捌这位上帝是啥物款上帝？透过伊心灵的目睭，伫遐有，互伊有信心，然后咧，哇，原来伊看无看到伊的困境，伊看到背后迄个主宰将官者，所以这嘛是咱需要学习的哦。祈祷还祈祷，我过着随安怎烦恼，所以无采你的祈祷。所以咱来看讲，伊对上帝认捌，头一个是啥物？这大哥大对无？天顶大所以天顶的上帝，啥物叫天顶的上帝？其实若是伫这波斯人因来讲，就是迄个掌管万行有的用宗主国甲藩属国安尼我是一个掌管者你是我的安怎？像讲过去咱互日本管这台湾你就是我的安怎藩属我所管理的所以你也对我有即款的敬畏，所以下属对顶司伫迄中间的敬畏，所以伊尊称用即个波斯人伫遮会通理解，就是讲即位上帝是安怎至大至权通敬畏的上帝所以伫遮咱看讲波斯王即居鲁士伫以斯拉记已经有讲过讲天顶的上帝安怎伫遮将万国赐予我，所以伊承认即个权柄是对上帝来的，连波斯王拢安尼承认啦所以第二个就是讲，伊捌上帝伊迄款的慈爱，就讲伊通敬畏，伊互咱敬畏，嘛是互咱会通安怎感受到伊的慈爱怜悯无快想起的这位上帝啦所以伫第1章的第5节咱的金句，咱嘛有看见即款的这位上帝是啥物款上帝？对尼希米来讲是即款的上帝，对你来讲呢？你有经验过无？第三就是讲，伊认捌到这位上帝是啥？有大手骨大权能。伊安怎带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入迦南？伊安怎伫遮互过去因的倒转去到故乡的安怎改变古列王，还是讲塞鲁士王，佮改变其他的王？伊嘛会通伫遐改变即个王。所以伫遮，伊所认捌的就是即位有大气力，然后有大权能的手来救赎。今仔咱透过你的洗礼，嘛是互咱知影讲，即位耶稣是掌管灵界的，阿们吗？因为伊是对死，咱拄仔的信仰告别讲啥？对死人中安怎？
为什么死人中国啊？表示死的关系无法度白伊啊，所以伊唔但互咱讲，你信耶稣得到永远或永生，这就是互咱哦，因为伊掌管万行有哦，所以伫遮咱讲，你捌这位上帝，好好啊信，好好啊底下来了解，好好的去认识这位你所愿意等一下要宣誓的啊，要誓约的哦。牧师会讲啥？你要信上帝做你的天父，过来咧，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圣神做你的保惠师、保惠师，就保护、劝慰、督责你。这样了解吗？昨我已经问过，恁拢听有台语嘛，对吧？哦，不要那种好像无了解的表情。好，最后一个，咱看讲，你听到这个可能，兄弟姊妹，这款的困境的时候，关我何事？跟我有关系？还是你产生一个小组长啊？你有迄个怜悯的心对吧？小组长、区长会通体会到牧者的心，为什么？因好像就是小牧者一样在关怀，做完有啥物代志，因会感同身受。一个肢体受苦，百体拢安怎受苦啊？所以兄姊妹，咱看尼米的名的意思是啥？耶和华会安怎安慰？啊，佮有啥怜悯？所以名其实甲伊人是有符合无？你咧？上帝安怎将迄款的负担放伫你内底无？你的亲人还佫有无信的嘛？我知影咱中央亲人还佫无信的。哦，以为爸爸这么哇，今仔穿遐红，你知无？用我的查某囝要洗咧吼，虽然爸爸也未信，你知道？我讲足甘心的哦，啊穿红就是要来甲庆祝，哦，要来庆祝，哦，因为提醒讲，伊查某囝要信就好啊信哦。我们这真正吼无简单，哦，所以上帝要透过你我听到福音的时候，你是毋是有迄个感动？家己去领受，家己去相信，哦，伊主动去关心汉南尼啊，最近安怎？哦，我拄啊，在送回游的时阵，有一个姊妹，我看伊都可能心情无甲偌好啦吼。大姐，最近怎样？有没有讲不出来？哦，那我知道了。下次找时间再谈。兄弟姊妹，牧者会开来有限。即摆上帝透过你，可能区长、小组长，就是要帮咱协助牧师。咱的会友的人数偌济，你知无？职在人在教会。我作细句啊！你若讲职在人不在，哦，你啊老大人听到会反感着。我明明都伫个，你也讲我不在，要甲失败。总是上帝呼召你我，咱选出中职同工，有只新的团队加入，上帝要使用你，啊，你有感动无？看见这个需要你关心的，为着伊祈祷。你看圣经讲啊，脑破病找啥物人？找长老啊，来为祈祷抹油啊，就要有功效，得到医好。所以长老的积分有要紧无？要紧啊！牧师的积分嘛是长老，所以伫团队。兄弟姊妹，咱来知影你家己的身份是啥物？你才会通活出回应。你若有对这位上帝讲，伊是讲会到、做会到的上帝，那呢大开嘴甲求嘛？无一项伊做袂到，表示讲伊是全能的啊。为什么你搁要信其他的？这位全能的，互你挖靠，你为啥物搁迄个生囝哦，足生牛牛哦？要找头路哦，啥物对吧？讲会到做会到，来，愿意回应嘛？你愿意回应上帝听嘛？上帝话在激动你嘛？愿主来帮助咱，
互咱通伫遮来经历伊的稳定，同心来祈祷。姊妹，咱即个时阵，我要邀请咱开喙，为着桃园的所有的万圣城、万圣节来祈祷，毋通互即个悲剧发生伫桃园，因为咱若为着即个城市祈祷，才会通平安过日。我即个先要邀请咱做来开喙来祈祷，为着你还未信主的亲人朋友来祝福因，同得天顶的福气，好毋好？咱开声来祈祷，开你的喙啦，咱来祈祷啦。或者骨肉至亲，拢会当受上帝的恩典哦。开你的口来祷告啊！你有想到谁？他需要你的代祷。我们学习尼希米的代祷，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求主来恩待、怜悯。亲爱的主，阮感谢你，你伫万人中间来竞选阮，互阮会通有福分，排除困难，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你施恩宝座面前，我要得着你的及时帮助，得到你的帮山啊，得到你的怜悯啊，较要紧得到永远的救恩啊。互这个信仰成做阮生命的开力。阮信耶稣毋是一帆风顺，人生有苦难，主你经甲阮讲，总是伫你有平安。你来就是要互阮会通伫面对阮的困境的时，有智慧、有气力来赢过。你将迄个怜悯的心放伫阮的内底，呼召阮。对这个世代还未得救的人有负担，我会通活倒转来到你面前。阮看见伫这个世代有真侪只社会在掌权啊，吞大，互人无自由，互人伫迄个苦境内底，人也失去迄个对上帝敬畏的处事，阮就看见这个灾难临到伫阮的中间。求你，互阮有好好的警醒祈祷，会通抢救灵魂，互人会通伫遮归向你。愿主你受恩祝福，听阮伫你面前恳求祈祷，靠耶稣的圣名，阿门。咱要来举行成人的洗礼，请咱来吟圣诗354首，圣诗354首，第一节。第二节，在唱圣诗的时候，请两位陈汉、玉如来到头前。但是信用。阮得到帮赞是靠耶和华的名，伊是创造天地的主宰。
所听的兄弟姊妹，请咱注意来听主耶稣基督吩咐的话，主耶稣基督吩咐的话。伊对世人中过活了后，也未上天的大声有讲：天顶地下权已经拢总予我，所以恁着去招万百姓来做我的学生。甲因行洗礼，互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既然我所命令恁的，着教是因守。我日日甲恁伫地到世间的落尾。伫五旬节彼得传福音的时，也对遐个听其伊的人有讲：恁着反悔，逐人伫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礼，到互恁的罪赦免，佮受圣神的赏赐，因为所应允的。归伫恁甲恁的子孙，以及拢总远远的人，一起誓约，一起誓约。所以，亲像迄时彼得叫人反悔信耶稣基督，佮受洗礼。当我也要对恁讲，恁着深信，恁若有真实反悔，告别恁的信仰。搁伫伊的名来受洗礼，也是秀英伫别个教会有洗礼，要伫遮来做信仰的告别。恁清楚恁的信心是上帝互恁的，其实连信心都是上帝给你们的。所以，恁着深信、真实反悔，告别恁的信仰，搁伫伊的名来受洗礼。这个圣礼典，就要成做恁得到罪洗清的记号，罪得赦免、洁净的记号，甲印证，搁表明对圣神来得到重生，顶头生来结连伫耶稣基督。所以，当恁要受洗礼，恁就伫上帝甲正人的面头前来告别恁的信仰，告白你们的信仰。所以，请你们注意来听，来应答。恁有信上帝做恁的天父，耶稣基督做恁的救主，圣神做恁的保惠师无？有啊无？恁有诚实反悔恁的罪，也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啊无？有啊无？你若有就大声的说有。恁着倚靠上帝的恩典，尽力服侍伊，一世人行伊的道路，尽信徒的本分。恁有愿意要安尼行啊无？愿意也无愿意？陈汉，周成汉，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入爸囝圣神的名。主上帝要将迄个 passion、迄个热情放伫你的心内，圣神的火要充满你，互你对这世代、对这世代的年轻人有负担，要赢得他们。来到神的面前，同欢喜。愿主上帝的神充满你，甲你三同在，靠耶稣的名，阿门。例如，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
圣神的名，主上帝要将智慧赏赐你，互你所选择的是一条稳定的道路。主上帝要将圣神的权能充满你，互你会通宣扬主的福音。当你深信、坚信、倚靠，伊要互你大大经历伊的福分，也要因为你一人得救，全家要得到福气、得到救。靠耶稣的名，阿们。那个秀英她是洗礼了她信仰告白，所以她不用再洗礼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恁一尽正圣，各愿恁的神、恁的魂、恁的身躯、你们的灵魂体。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恁已经告别恁的信仰来受洗，也是信仰告别。我靠教会头，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甲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以及嘉南小会官兵嘉南小会的权柄，接纳恁做陪参会员，做陪参会员，有份伫主的道，甲新的约的稳定，同享上帝新约里面的恩典。咱三个来祈祷，一起来祷告。全能慈悲的上帝，阮感谢你，你的恩典是遐尔啊大，互阮真正才受恩的囝儿，用信心。用感谢伫遮来领受，愿上帝你受恩祝福，特别坚固陈汉、玉如，还有秀英，伫因的信仰的生活、信仰的旅程，拢有主你来陪伴，你来引带，似乎他们在前面的道路充满盼望，靠着你加给他们的力量，他们凡事都能做。赐下给他们有敬畏你的热情，在他们心里面有负担，对这世代，神你要把这样的呼召放在他们心里面，赢得这世代的年轻人来归向你。求你的圣灵大大充满运行，让他们手所做的能够凡事亨通顺利。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来，请你们向后转向后转。我们来请小会员，请小会员来接纳。欢迎。来点音乐。咱来请少年谈判来上礼物啦，上花来陈汉，来向前你们就向前。10年10年上帝亚境对。
咱的夏令营开始，一直到大吼。好来小组吼，参加小组的好处就是安尼吼。好 ，OK， 好，节省时间了哦，来，帮他拿一下了哦，来，玉如，我们请品贤，陈安就后退了哈，你不要回去，还没有，来，前面。就向前往前。哇，小组也是礼物很多啊。所以若无参加小组的吼，恁就知影讲吼，这小组的混乱吼。好，那好，那个幼稚园老师，来遮爱跟着咧，知无？分校长就是玉如的幼稚园老师，然后玉如的爸爸哈是一个东从长老的董事，所以有这个关系了哈，有关系就没关系了哈，好来，秀英哦，黄秀英哦，来，我们先教会的花。教会的花，来谁送？好来，OK， 小组长送来。还有哇，还有 Hello Kitty， 哇是，这是。好了，把握时间哦哈。好啊，我们会后，还没有，来，其他的退场3个啊，站好，来，面向大家哈，来介绍一下哈，那站一排了，好来哦。我们从这边啊，玉如哈，爸爸来了哈，爸爸阿个也朋友哦，来啊，爸爸哈，徛开我们看一下好，徛开，还有他的小组来哦，不，徛开了好，会后才会照相哈，会后哈，好，请坐哈，来。陈汉哦，虽然是他自己来，家人没有来，但是我们都是他的家人。青年牧区，来，青年牧区站起来，青年牧区，青年哦 ，OK， 好，那我们介绍一下哦，这个就比较陌生一点哦，但是我先介绍她的婆婆啊，来，这大家站起来先，好来，大家大官哈啊。公公婆婆哈，好来老公，这个未婚张毅哈，因12月3号哈，12月3号要伫教会结婚了哈，咱来甲因斗欢喜哦。好我们拍手来祝福他们，好，请回座。咱要来
唱圣诗352首，第一节、第5节，要来进行小儿的洗礼，小儿洗礼。来请昌庭夫妇来抱囡仔来到头前咱来唱。有人带细囝就近耶稣，要互伊某学生责备因。耶稣看见安尼，大无欢喜，甲学生讲：用阮细囝就近我，无得禁因，因为上帝国是即号人的。我实在甲恁讲，凡若承接上帝国，无亲像细囝的，决断袂得入去，就抱因。甲因换手祝福因。虽然咱的细囝无明白这个事，要求所应允的也要归伫因，因为因是恩典的约的护士。上帝用洗礼带因来做上帝家内的囝儿，互因属伫基督来做伊的百姓。当恁的细囝要受洗礼，恁就伫上帝甲正人的面前来告别恁的信仰，所以请恁夫妇注意来听，来誓约。恁有信上帝做恁的天父耶稣基督救主，做恁的救主圣神，做恁的保惠师啊无？恁就倚靠上帝所赏赐的气力，将基督的真理甲信徒的责任来教示恁的细囝。就用祈祷甲好的行为来培养因，互伊所行下伫上帝教会的法度。恁愿意要安尼行无？愿意啊，无愿意？愿主上帝祝福恁甲恁的细囝，帮助恁来守这个约。都可以，你们都有洗礼，所以没有问题。蔡凯琪，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有上帝圣神甲你三同在，有天使来保护你，互你有智慧充满，平安，熬大汉，靠耶稣的名。阿们。照耶稣基督的命令，这个细囝受接纳入去教会，做陪参会员，有份伫新约的恩典。当这个细囝的父母甲会众亲自作证。也着三甲分担责任来培养伊的信仰，直到领受献身礼，同心来祈祷，同心祷告。主上帝，你爱细囝来就近你，奉你的名来祝福孩子。对细汉进入教会，有细汉就领受你的恩典，有你车牌的天使固守伊。互伊对细汉到大汉，拢行伫主你恩典的道路，也互伊领受伫迄个成长的过程，有亲人的疼，嘛有上帝你的疼会充满。阮就将这个细囝对细汉到大汉
生命的历程，拢交伫主你的手中，愿主你来祝福，也互昌庭因夫妇会通真正透过信仰的朋友疼心，互即个囡仔会通荣耀上帝你的圣名，祈祷靠耶稣的圣名，阿门。好，来，请我们向后转吼，介绍一下。来，咱来介绍一下啦吼。昌庭林君吼，昌庭是咱共和长老的公主啦吼。来，阿公有要准备红包是无？来，张老师傅来。哦，还佫有妹妹吼，恒珍吼。拢有。感谢主吼！几年前，讲长老府对牧师去以色列吼，伫靠墙遐靠的吼，你知影伊咧祈祷啥？哦，会当生孙，哦，查某囝会当嫁，我即马拢看见双手会当抱双孙，无手通人棍，感谢主哦！愿上帝祝福哈，好 ，OK， 请回座哈。咱伫迄个礼拜三下到这小员伫遮来作为翕相吼。咱来吟圣诗356首，咱要来准备来领圣餐。圣诗356首第1节、第4节。伫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今仔属于教会陪餐者，咱会当三甲来守主的圣餐。如果你还没有洗礼，接受这个信仰，请你暂时不要使用。你若还未有洗礼，请你暂时莫接受。亲爱兄弟姊妹，请注意来听主耶稣对今仔归营的人所讲恩典的话语。恁今仔着无担重担会通就近我要互恁安息。主耶稣讲，我就是活命的饼，就近我的人决断袂枵，信我的人永远袂喙焦，就近我的人我决断无弃杀伊。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甲恁三甲同在。所听的兄弟姊妹，请咱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所讲的，因为我捌对主受，也捌传互恁。就是主耶稣互人卖迄暝有提饼来祝谢，讲这个是我的身躯，
是为着恁拍破的，恁特别食的时就惊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又旁杯讲，即个杯是新的药，是伫我的会所设立的。恁特别啉的时就惊安尼来纪念我，因为恁特别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当主耶稣人未迄暝有摕饼来祝谢，咱也照安尼来学习，做伙来祈祷。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阮感谢你，因为你是活命的饼、活命的米牛，互阮会通得到永活的管道。愿主你是阮所借着阮喙声人心相信，阮领受正义到日你恩典的国度、永活的国度。愿上帝你也透过阮诚做是阮互即个世代阮的亲人朋友也未信主的一个管道。愿主你是阮所也透过杯甲饼，搁一遍守护阮快乐赢过这个一切歹。祈祷恳求靠耶稣的圣名，阿免。主耶稣讲，即个是我的身躯，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特别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讲，即个杯是新的药，是伫主耶稣基督会所设立的，咱特别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伊。兄弟姊妹，伫你的头前，恁也有洗礼、更新礼，伫你的头前，你即摆会当摕即个饼，甲偷开。毋知有人你已经有洗礼伫你的头前无有即个杯甲饼无？主耶稣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主耶稣讲，即个杯是新的哦，伫我的会所设立的。咱做伙用感恩的心，做伙来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恁特别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愿主耶稣各位快乐、关联、平安、喜乐、祝福，甲恁三同在。咱搁一遍三甲来祈祷，感谢主，你拍破你的石盘身，互阮美伫你内面。感谢主，互阮会通伫即个神的内底，你诚做阮及时的帮赞。你也诚做阮祝福的源头，求你来祝福坚固这个初信的兄弟，坚固他们的信心，直到主你再来。愿主你是阮所透过这个杯甲饼分别做成，诚做阮的快乐，引带阮逐工行入你稳定的道路。祈祷靠耶稣的圣名，阿免。咱要三甲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绝对甘心乐意。若是你要无明白奉献的意义，先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恩。我的心啊，很好你，这里落眼靠近心，是天地之人何处？
请咱起立。我的心温我的耶稣龙潭的心，我的在今的小手，感恩兄你做基督，阿门。天父上帝，我要为着会当搁一摆来到主的面前，三角来自集，献上感谢。感谢主无时无刻来看顾阮每一位的兄弟姊妹，无论是气候的影响，或者是面对中国的即个压迫，主你有缘看顾每一位兄弟姊妹，互阮拢会当有平安甲喜乐的生活。主你是掌权一切的主，主你值得阮甲你学乐甲感谢。主啊，感谢你今仔引带侪侪兄弟姊妹来归伫你的名下，啊，搁有细囝嘛来归伫你的名下。求主来引带即侪兄弟姊妹头前的路站，嘛求主来保守甲看顾即侪兄弟姊妹的心灵，互因无受到外在的影响，会当继续跟对着主的脚步。主啊，阮即马要献上主的时间。要献上阮的时间、金钱甲才能，求主来感纳。阮安尼祈祷是靠主耶稣的圣主名求，阿门。阿门。请坐，这是咱要请尤牧师来报告。报告大声，咱要来欢迎头一遍在咱中间第一次在我们当中，李敬无兄弟李金茂弟兄在我们咱甲欢迎来。好上帝祝福你请坐请坐。来，搁有新航路新地cou来郑汉啦张的新农啦来引入咱的干事好 ，OK， 请坐来咱嘛。介绍一下文前遐专家啦伫咱中间徛起来互阮看者来好，咱嘛过去关心咱其中一个爸爸啦离开这世间求主继续安慰因失去亲人即款的哀伤。伫基督内底重新得到快乐。好，来其他毋知阁有头一遍来无甲你介绍着无？好，若无咱来看周报的消息。今仔日是总会所设立这个性别公益的纪念主日请关心甲大道。咱今仔日有这个几位洗礼有成人的洗礼，2位信仰个别1位，小儿洗礼1位愿上帝所因，也互因的信仰会当得到坚固。咱伫即礼拜六甲后礼拜日下昼有这核心同工的退休会，所以请咱所有有关的这个同工一定爱参加你领受这积分咱做伙伫遮来计划明年度的这个时间暗时有即个培灵的即个培灵会有请曾玉明牧师伫遮咱拢会伫新塘迄边来举行13号是伫数控教室。咱后要圣诞歌的请咱登记到伫11月20透过安尼你会当甲人分享救主降生的好消息预定12月18来领即个圣诞歌。咱也有成人牧区有试办就是少年的时阵有当时咱甲讲一家阮2、3个安尼稀微安尼啦所以咱有预定20桌你若要报名透过小组咱做伙来围炉安尼所以伫遮提前来讲好不好
啊，提前啊，提前来讲有优惠啦，早鸟价300块吼，啊，咱会伫迄个博宴会馆一个人吼，一个人，所以用迄个小组来包桌安尼吼，所以恁这个小组长来报名额满为止吼，额满为止哦，只有20桌哦，咱底下有一寡遮的这部摸彩等遮啦吼，有较嘛是讲恁若未信主的亲人，你甲带来咱遮有迄个嘛是有一个福音性安尼吼，请咱注意咱未来伫迄边嘛要有亲主的礼拜，所以咱会通过这刘斐如长老吼。伊用奥福的方式来带动，所以有即个3岁以上甲学龄前的这儿童甲家长，咱会透过即个活动伫遮咱毋望咱的囝儿孙拢来到教会有毋望无？所以咱未来明年有一场亲子的礼拜是专门为着这家长甲这细汉囡仔用即款的真活泼的方式来礼拜吼，所以咱会当期待透过即个活动，咱明年4月咱就会开始有即个亲子的礼拜哦。好，咱即个拜3的祈祷会有邀请到新加坡的翁瑞牧师因经过几年安尼吼，伊各爱看即个教会会关心吼，因的教会嘛真关心台湾的教会，所以伫拜3的祈祷会特别有邀请做伙伫遮来分享甲祈祷的服侍，所以咱会伫新的礼拜堂迄边吼，请咱踊跃伫遮来参加吼，来做伙经历圣神的恩典吼。好，咱11月的受请有无？11月的寿星请你徛起来，咱来唱生日快乐歌。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Happy birthday to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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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鼓来祝福，我们一起来祷告。做伙来祈祷，上帝祝福11月生日的兄弟姊妹，生命对你来，你来就是要互阮得到丰富的活命，这是你的应允。阮就用敬畏来到你面前，因为今仔听谈敬畏你的人，你所要互阮的福气，就一项一项临到阮的中间。你也意爱阮用你所赏赐的恩典才能来回应这个世代。成做这个世代的祝福的管道，愿主你是阮祝福阮这个生日，这个月生日的兄弟姊妹，互阮心身的勇敢，灵魂体形成，所做的行通顺利，当心在你面前恳求祈祷，靠耶稣圣名，阿门。请坐。来，咱来读金句，读2遍。上主伫天顶至大，通行为的上帝啊！你对遐个听你、遵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是仁爱。尼希米记1章50个一遍。上主伫天顶至大，通行为的上帝啊！你对遐个听你、遵守你的诫命的人，守约是仁爱。尼希米记1章50，请今仔洗礼的这个兄弟姊妹吼，念伊。礼拜刷甲中级这小会员做伙来翕相就在前面。咱要参加的移民圣诗，祝福的圣诗400首，愿主仁爱甲你同在。今日刷咱要请有牧师来祝祷，请咱起立来吟全首。愿主仁爱甲你同在，无论去啥所在。愿主赐予你心身的安宁，甲你我永存的天堂，亲像得到我罪。
愿出仁爱甲你同在，无论去啥所在，愿做所的心心地安宁，甲你我用做的疼痛，亲像长老我水，你望母暗暝看见主的光。三甲来祈祷，领受上帝祝福。愿恁大家得到主耶稣基督死过我的关联，互恁伫地面上北的伫天顶也要北，伫地面上透的伫天顶也要透。愿天的上帝无改变的主爱做盾牌，固守恁出入平安。愿主圣神感动恁，有上帝话常常挂伫恁的喙，活出恁的呼召。对这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咱的礼拜到这，愿上帝平安，甲咱三同在彼此来请安，会通到楼骹互相来交流，互相来请安。咱请这个小会员咱的牧者副团队来到头前。